區議會選舉431個民選議席全部有結果，咁先交俾羅逸安總結選舉後嘅形勢。今次嘅選舉有唔少令人意外嘅結果，19個立法會議員5個人落敗，現任5個超級區議員4位競逐連任。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勝出，民主派3個人輸2個，民主黨嘅何俊仁、民協馮檢基落敗，只有涂謹申可以保住嘅議席。出年立法會選舉有機會挑戰超級議席嘅工聯會黃國興當選，謝偉俊亦都勝出，公民黨陳家樂就空降可疑失敗，而民建聯嘅鍾樹根同葛珮帆亦都失去議席。總結各個政黨嘅戰績，民建聯攞到最多嘅議席，171人參選贏到119席，扣除同民建聯重疊嘅議席，工聯會、新民黨、自由黨、經民聯今次贏到嘅議席都較原來嘅少。泛民方面，民主黨同民協輸咗大仗，不過分別有43席同埋18席，議席數目係較現有嘅多。命中率最高嘅就係新民主同盟，16人參選贏咗15席，得勝率超過90%。多個政黨都認為146萬幾嘅投票選民裏邊，大約2成係屬於首投族，求變心態可能起咗關鍵作用，令到唔少扎根地區多年嘅區議員落敗。喺泛民陣營影響最大嘅係何俊仁同馮檢基落馬。出年立法會選舉無緣再角逐超級區議員。不過民主黨話議席有增加，認為選舉結果合格。喺屯門樂趣做咗16年區議員嘅民主黨何俊仁，面對5個對手，未有最後結果，已經知道大勢已去。我哋冇輸嘅，贏咗啦！贏咗！對手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率先宣布勝出。何俊仁得1736票，比何君堯少200幾票。因素係好複雜嘅，不過有一樣嘢好清楚，選民係幾傾向咧，較多支持年青嘅候選人。1號候選人陳穎欣2531票。民協嘅馮檢基同樣喺服務多年嘅選區深水埗麗閣失利，以99票之差輸俾工聯會首次參選25歲嘅陳穎欣。雖然呢一個係有第三者嘅介入，但係我認為呢個最後都係選民嘅決定嚟嘅。繼續努力啊，雞！馮檢基所指嘅第三者係前黨友黃仲琪，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攞到215票。立法會3個泛民超級區議員，只係得民主黨嘅涂謹申保得住議席。即係你唔係話淨係做咗100分喎，你可能下一屆我如果真係要選咧，我做足105分先得啦。曾經預告有意出年轉戰超級區議員，公民黨嘅陳家樂空降海怡東失敗，差300幾票，輸俾當區4屆議員林啟輝。不過公民黨話總議席由7個增加到10個，反映咗我哋今次公民黨嗰個策略徵兵制啦，確保我哋嘅候選人係有地區嘅工作啦，有我哋足夠嘅監察啦，同埋咧就係我哋亦都係配合我哋喺立法會嘅整體嘅政治嘅工作啦。民主黨總結區選嘅時候話，扣除5個黨員退黨，今屆攞到議席比上屆多，認為結果合格。12個新人亦都順利上位。我相信我哋嗰個結果咧係絕不遜色嘅喎，咁所以咧我就唔會覺得係唔好。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嘅新人咧係好多上位，所以黨內嗰個更替咧係非常之成功。佢話未決定出選超級區議員嘅議席名單。無線電視記者鄭明輝報導。建制派方面，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同葛珮帆分別落敗。主席李慧瓊話：獲得嘅議席同上屆一樣，結果可以接受。91年開始擔任區議員嘅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喺東區漁灣選區爭取連任失敗，攞到1863票，以唔夠200票之差輸咗俾獨立人士徐子健。今次我嘅落敗呢，我哋都係有少少意外嘅事實。咁咧，但係亦都反映到咧首投族嗰個威力。咁咧，自從佔中之後咧，究竟呢個首投族咧就多咗好多年青人即係登記做選民。咁而家佢哋發揮嘅作用咧，係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同黨另一個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喺沙田頌安區亦都未能夠連任。
輸咗俾工黨嘅葉榮。呢個係選民嘅選擇，咁我亦都尊重市民嘅選擇。平時唔係好見得到嘅街坊出嚟投票，咁就比較陌生嘅啲面孔，咁所以我相信佔中效應政治票係佔大多數。民建聯話攞到嘅議席同上屆一樣，整體可以接受，但係承認對於有黨內大將節選感到意外。地區工作亦都係要見到成效，如果做唔到，令到大部分市民滿意咧，哪怕你係現任又或者係資深咧，都會有機會咧係得唔到市民嘅支持。佢話仍然需要時間總結今次選舉，會唔會影響出年立法會選舉嘅部署。新民黨派咗42個人參選，連同7人自動當選，總共26個人進入咗區議會，減少咗4席。我哋今年係一個非常艱苦嘅一場選戰啦，但係中產區咧都多咗好多往日唔投票嘅人，唔係淨係年輕人出嚟。我覺得呢啲咧係唔滿意目前社會嘅現象嘅票，所以咧，譬如佢唔滿意政府啦，佢亦都唔滿意認為支持政府嘅政黨。多謝工聯會。工聯會話今屆有22人當選，連同自動當選總共取得29席。又話選舉結果顯示激進派唔會得到認同。無線電視記者陳兆恒報導。今次係佔領行動之後第一場全港性選舉，有被形容係散兵嘅候選人挑戰成功，而提倡守護本土意識嘅新民主同盟亦都幾乎全部勝出，議席多咗近1倍。佔領行動之後，有多個被外界形容為散兵嘅年輕人參選，部分人更加擊敗傳統政黨候選人當選，喚醒咗好多以前從來唔關注區議會、從來唔關心政治嘅人，去俾第一票出嚟。我哋會好認真咁話俾佢哋聽，我哋真係好認真咯。勝出黃埔西嘅鄺寶賢係嚟自青年新政團體，一共派出9人參選。其中成員游蕙禎喺黃埔東以大約300票之差，未能夠成功挑戰現任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青年新政話積極考慮競逐立法會選舉。的而且確，我哋成個團隊裏邊冇任何嘅選舉經驗，更加往論係冇立法會呢啲大區選舉經驗。咁我諗新東嘅補選亦都係我哋一個好好嘅學習嘅過程。守護本土，守護本土。至於打本土旗號嘅新民主同盟幾乎全勝，16人參選，15人當選，比上屆新增7個議席，足夠提名參加出年立法會選舉入面嘅超級區議會議席。獲得4148票，喺大埔宜富勝出嘅任啟邦得票最多，成為票王。我哋要考慮是否出選超級區議會呢個選舉嘅話呢，我哋如果要參選嘅話，必定係利用呢個機會去引發一個類似頭先講公投嘅一個嘅講法，因為呢，大家都明白面對住全香港300幾萬嘅選民，喺一次嘅選舉裏邊去就住一啲政治立場、一啲嘅政策嘅表態。不過，同樣走本土路線，人民力量同埋熱血公民派出嘅人全部落選。無線電視記者藍海瑩報導。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達到47.01%，係回歸以嚟最高。呢啲選票點樣分佈？首投族又起咗啲咩嘅作用呢？一齊睇下啲數字統計。今屆選舉令人意外嘅結果一個接一個，比較多個政黨2屆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嘅總票數。咁其中建制派嘅民建聯有超過30萬票，工聯會有近10萬票。咁泛民方面，民主黨有近20萬票，民協同埋公民黨各有5萬幾，新民主同盟就有4萬幾，新團體青年新政亦都有過萬票。不過，無論係建制派抑或係泛民嘅傳統大黨，亦都即係民建聯同埋民主黨，佢哋總票數佔全港投票人數嘅比例都比上屆下跌。民主黨解釋票數少咗1萬，係因為佢哋派出嘅參選人數少咗25人。民協明星級主將馮檢基雖然係連任失敗，但係民協整體嘅得票率就有上升，議席翻近1倍嘅新民主同盟亦都係一樣。首投族年輕人嘅參與或者係投票咧係重要嘅，而本土思潮喺年輕人特別廣為接受選民嚇，即係年輕人嘅覺醒咧，亦都係即係對我哋嘅成績咧係一個有幾大嘅影響嘅因素。
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承認佔領運動推高投票率可能影響整體選舉結果，但係唔認同佢哋嘅候選人比散兵挑戰成功，就代表選民對建制派不滿增加。無論佢係散兵，又或者唔同陣營嘅候選人咧，其實佢冇標榜佢係散兵嘅。散兵只不過係大家俾佢一頂帽，其實佢哋大部分打嘅議題咧，都係地區相關民生嘅議題。分析相信百幾萬投票嘅選民裏邊，有大概20%係首投族，佢哋求變嘅心態主宰結果。區議會一向認為係講緊民生嘅，係嘛？但係而家呢，似乎呢一批嘅選民呢，係即係你話你民生，我有我政治考慮，係嘛？所以變咗你針對嗰啲政治上表現唔好嘅咧，佢就喐嗰啲人。呢班人其實就唔係傳統政黨嘅支持者嚟嘅，咁就於是乎兩邊嘅政黨都唔係，而且我諗相對上呢班人嘅政治素人其實可能對現在好多立法會議員啊政黨個表現都不滿意，咁於是乎有啲出名嘅明星佢就瞄準你嘅對手投落去咯。佢相信傳統大黨如果唔改朝換代，將會俾選民淘汰。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